雪白看到眼火飆，不穿衣衫多麼潮，體態好嬌小，纖纖的腰多麼圓滑，我要再抱這腰，徘徊床邊嬌態萬般俏，雙眼像星照耀，多誘惑多美妙，一世願將你好照料，如平日寂寞痛苦一於將你換照，床上你相送溫暖於深宵，波斯貓身軀嬌俏，陪伴我解我寂寥，懷內那波斯貓聲音嬌俏，搖着尾把腰扭腰低雪白看到眼火飆，不穿衣衫多麼潮，體態好嬌小，纖纖的腰多麼圓滑，我要再抱這腰，徘徊床邊嬌態萬般俏，雙眼像星照耀，多誘惑多美妙，一世願將你好照料，如平日寂寞痛苦一於將你換照，床上你相送溫暖於深宵，波斯貓身軀嬌俏，陪伴我解我寂寥，懷內那波斯貓聲音嬌俏，搖着尾把腰扭腰低叫，波斯貓身軀嬌俏，陪伴我解我寂寥，懷內那波斯貓聲音嬌俏，搖着尾把腰扭腰低叫，好多謝晒你 Roman， Roman。羅文，多謝晒。Roman 啊，我發覺好潮氣喎 Roman。如果要俾分咧，我俾夠200分，睇嗰度100分，咁啊聽嗰度又係十足潮氣，所以咧總共200分。係咁，貓梗係又嬌又俏噶嘛，係咪尤其是波斯貓添啊，我諗係咪先？係啦，Roman 啊，好多朋友都覺得咧，你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續新嘅形象，有一個突破喎，你自己贊唔贊成啊？你話咧？考我哋記性添喎，好，即刻數翻晒出嚟。我記得咧早期啲咧 Roman 曾經咧拍過一輯咧好徹底嘅照片。仲有上年佢曾經為我哋灌錄過一首數白欖色嘅《激光中》啦。咁啱啱就唱過呢一首咁潮氣嘅波斯貓，咁樣夠未啊 Roman？未夠嘅。咁其實咁多突破或者係咁多方面嘅改進啊之類啦嚇，有冇一啲目的或者你嘅睇法係點呢？我覺得咧每一首歌咧個形象服裝咧係配合嗰首歌嘅。咁好似呢件衫咧，我為波斯貓而設嘅。如果我唱第二首歌咧，我諗我要改變第二個形象。哦，有意立即改變形象喎。好，睇睇 Roman 咧喺咁短時間裏面點樣改變形象法？哇，計時器咧，我諗只係跳咗10秒到啫，係喎。當堂立即第二個樣出現喎。係啊，頭先嗰個就好似好嘢咁，呢個好似好冷咁喎。呢個送俾我。道具。道具。哦。或者啲燈好殘眼啊。呢首歌咧係同波斯貓完全唔同形象首歌曲，係叫做《午夜怨曲》。第二個形象嘅 Roman， 第二個風格嘅歌，我哋立即再聽 Roman 羅文嘅《午夜怨曲》。
手撲向我身，隔海瘋癲的譏笑我，笑我在午夜對浪痛飲苦苦風中的黑暗。過去沒有淚印，黑色的海於冰凍晚間，見我吻過你每寸似火的心。怎麼拋棄我，教這世界變冰歌？怎麼偏要我每晚也唱這午夜怨歌？假使一天你可經過，你會見這空屋，屋中只得醉翁一個，似隻中箭困獸在痛哭。手撲向我身，黑海瘋癲的譏笑我，笑我在午夜對浪痛飲苦苦風中的黑暗。過去盛滿熱吻，黑色的海於冰凍晚間，見你愛過我每寸似火的心。怎麼拋棄我，教這世界變冰歌？怎麼偏要我每晚也唱這午夜怨歌？假使一天你可經過，你會見這空屋，屋中只得醉翁一個，似隻中箭困獸在痛哭。哇！唔該晒你啊，Roman。哇！羅文，你係有辦法嘅。睇真係你哋樣先。等我試試得唔得？滿頭大汗啦，佢已經。好得意喎！啊你各位有冇型啊？又睇得好清楚喎，不過唔知點我帶上會點樣啦？喂，不過咁咧就你咧不斷咁樣突破創造自己嘅形象，但我想問你一樣嘢，你置身喺呢個新城市廣場之中咁樣唱歌咁樣表演，你嘅感受會係點？覺得佢設計好新奇、好靚啊！咁我唱歌前面喐嘅時候咧，感覺到後面嗰個圖案咧，好似置身喺一個好宏偉嗰啲瀑布之中咁啊！